提交汽車索償，你可以前往 MSIG 網頁 msig.com.hk， 點擊右上角嘅 Easy Claims 按鈕，進入 Easy 網上索償系統主頁，然後選擇汽車類別。開始索償之前，請閱讀索償小貼士，當中列出咗申請索償需要準備嘅基本資料或者文件。請謹記，如索償涉及第三方，請勿喺索償之前回覆任何索償信件。如你需要維修你嘅擋風玻璃，可致電信義汽車玻璃，電話852-2442-5699，預約安排維修。你將唔需要填寫任何索償表格，即可快捷咁維修你嘅擋風玻璃。按開始索償，就會進入索償表格。首先輸入保單資料，包括保單號碼以及你嘅聯絡資料，然後選擇索償類別。如你選擇汽車失事或碰撞，請輸入事件發生日期及時間、車輛登記號碼或損壞物品、事件類別、行程嘅目的、事件發生地點、天氣及路面狀況以及描述事件，然後輸入索償人資料。如你嘅汽車有所損毀，請選擇車輛損毀部分。如意外涉及第三者，請輸入財物損失及或人身傷亡嘅第三者嘅資料，並按下一步。上載補充文件，例如車輛登記文件、駕駛者身份證明文件、駕駛者駕駛執照、顯示意外發生現場及或損毀程度嘅相片、行車記錄儀錄影片段以及其他相關文件。如果你需要時間準備文件，可以按儲存草稿，然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以及設立密碼。我哋會傳送一個連結去你嘅電郵。當你準備所需文件之後，可以隨時隨地按呢個連結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以及密碼，返回已儲存嘅索償表格。當你完成填寫所有步驟以及上載文件之後，我哋會提供預覽，讓你複檢索償表格。如所有資料正確，按下一步，閱讀所有聲明、條款及細則同埋個人資料收集聲明以及提交。完成提交，畫面會顯示你嘅參考編號 ，MSIG 將會盡快與你聯繫。你亦會同時收到確認短信以及電郵。你可以透過確認電郵上嘅連結，或者喺 MSIG 網頁嘅導覽列選擇快速連結，進入查詢索償進度頁面，輸入索償號碼或者參考編號，以及手提電話號碼或者保單持有人姓名進行認證，就可以即時查閱索償進度詳情。如你對提交索償或者使用 Easy 網上索償系統有任何疑問，請致電我哋嘅賠償服務熱線852-2894-0660，我哋十分樂意為你服務。